講起賭王嘅仔女，大家第一時間可能諗起嘅係靚仔靚女，生活奢華，出入都係名流社會。但如果我同你講，有位公子哥兒，佢嘅努力程度可能比你同我更加得人驚，你又信唔信呢？一個含住金鎖匙出世嘅人，點解要比普通人更加拼搏？佢背後嘅諗法又係啲咩呢？今集嘅《紅源風雲錄》，我哋就嚟傾下賭王四房嘅公子何猷君，睇下呢一位外界眼中嘅學霸，佢嘅真實一面係咪真係咁簡單？何猷君，賭王何鴻燊同四太梁安琪嘅仔，呢個身份已經注定佢一生都備受矚目。但佢最為人津津樂道嘅，並唔係佢嘅家底，而係佢嗰份超乎常人嘅好成績。18歲就考入世界頂級學府美國麻省理工學院，人哋要讀4年嘅課程，佢竟然用3年時間就讀完，仲成為咗麻省理工史上最年輕嘅金融碩士。哇！聽到呢度，好多人可能會話天才嚟嗎？冇得比嘅。但係何猷君自己就話呢個世界邊有咁多天才？佢嘅成功其實係用汗水換翻嚟嘅。佢憶述翻喺麻省理工讀書嗰段日子，真係可以用瘋狂嚟形容。佢經常喺圖書館溫書溫到凌晨3、4點先走。最誇張嘅一次係試過連續5日都冇翻過宿舍，直接喺圖書館瞓。你睇翻佢以前啲社交媒體分享嘅，唔係去邊度玩，食咩好西，而係一張又一張喺圖書館埋頭苦讀嘅相。佢講過一句好實在嘅說話：唔努力就考到100分嘅人真係好罕見。時間係要花嘅，努力係要做嘅。佢話自己中學會考嗰陣，會上網揾晒過去10年嘅試題，全部做一次，再將啲答案全部背熟，咁先夠膽入市場。呢種死吃嘅精神真係唔除咗夠勤力呢，佢學習都好有方法。佢係一個理科生，但係竟然識得4國語言，點做到啊？佢話學習最緊要係做有用功。佢睇書呢，一定會拎住支筆，將重點畫低寫出嚟，然後就不停咁背，不停咁記。佢話自己冇嗰種大家心目中天才嘅神技能，只係肯花時間將啲文章生字放入手機筆記本，得閒就拎出嚟背。點知呢一種咁強嘅好勝心同自律呢，原來係由細細個就培養出嚟。何猷君話喺屋企，爸爸媽媽唔會無緣無故買禮物俾佢哋，佢哋實行嘅係一套積分制度。你成績好就可以換取積分，儲夠積分再試到後先可以換自己中意嘅禮物。呢個方法令佢好細個就明白一個道理：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，冇嘢係不勞而獲。你想要啲乜嘢，就要靠自己嘅努力去爭取。佢仲話將來對自己嘅仔女都會保留呢個積分制，因為佢覺得呢個方法係最好嘅身教。講到尾，影響佢最深嘅始終係爸爸何鴻燊嘅教誨。娛樂大亨成日同啲仔女講：我時常教你哋要用功，財富未必可以跟你一世，但係讀書學到嘅知識就永遠都係你嘅，冇人可以攞得走。呢番話何猷君一直記喺心度。佢話爸爸對佢嘅要求由始至終都只有一個，就係讀書。因為父母俾你嘅嘢，人哋可以攞走，但係你自己學到嘅嘢就係一世嘅財富。正因為有咁嘅信念，佢讀書嗰層可以完全隔絕外界誘惑，唔玩社交，放低手機，遠離遊戲。畢業之後，佢更加拒絕咗世界最大金融公司嘅工作邀請，反而選擇返到上海，喺一間只有5平方米，要篩3個人嘅細辦公室度開始自己創業。最終呢，佢嘅公司成功上市。由始至終，佢都用行動證明佢想靠嘅係自己嘅實力，而唔係父蔭。最後講個小花絮，開頭我哋提過何猷君嘅學習方法係目標明確、執行力強。呢種特質原來喺佢追女仔嘅時候都一樣。據聞係佢當初為咗追求太太奚夢瑤，專登走去參加同一個內地真人 show 節目，最終成功抱得美人歸。睇嚟呢份睇準目標、全力以赴嘅精神，真係貫徹到佢生活嘅每一方面。
聽完何猷君嘅故事，唔知大家有咩睇法呢？係咪對呢位豪門公子有咗一番新嘅認識？原來喺光環背後付出嘅努力同汗水，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多好多。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分享你嘅諗法。如果中意我哋今集嘅內容，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支持我哋帶嚟更多精彩故事。